以前的影片是制作 DVD 的，那个片头是那个宣传英文版是冠道世界总会制作的冠道文宣影片。那个播放清单哦，前面的文宣影片过了以后，就是开始这个伦理班的内容。那个影片附加的那个声音是介绍一贯道，是兴义6家单位兴义组，兴义单位嘛，1、2、3的1。兴义组兴义坛是现在来自中国大陆河北天津的兴义总探，兴国的兴，义利的义，兴义总探，然后才会传到民国36年了，传到台湾以后，然后才有兴义组，何老前人是兴义组的何老前人传过来，然后有6家单位先有6家单位，然后有麻豆单位，就现在是义和单位，神岳山庄义和圣堂，那边有义和圣堂，义和单位然后在那个圣坛举办的经典班呢，谢讲师讲解伦理闽南语版。现在那个画面有何老前人的纪念邮票，民国76年秋天归空了嘛，不太记得了，是秋天还是夏天归空的，不太记得了。告别式那个场面非常的壮大了。全台湾还有国外的也有呢，31个单位，很多到清前线参加，你说那个场面很大范围很广，站在那个台中玉石山那个墓地那一带范围场面很大。万年一念不要执着那个了，而且那个数字也是错，古代印度的数学那个单位少了1个位数呢，所以它56亿其实是5亿而已，然后又万年一念5亿多，然后又万年一念了，所以重要的是要天时应运，上天降了大道，然后我们要赶快得到了，赶快求有天命名师传授三宝。这个就是前面的宣传影片完了结束了以后，就是这个伦理班的影片。以前的录影，你看声音会有问题，声音
正常，现在手机的录了还比较不会这样迟钝的现象。不知道声音会变这样，不是每一台都这样哦，不是每一次录的都这样。以前念书都是说愿机马衣裘，与朋友共避之而无憾。最近几年看到了呢，怎么变愿机马衣轻裘？与朋友共避之而无憾。你看以前在十年山庄育儿上课的情形。民国91年落成典礼，这个是94年，94年的，94年上课的录影。这是结束的行礼了。你看那影片声音都会这样不顺呢，用手机录还不会这样呢。你的声音不顺，就是影。也是正常的，用摄影机去录影的。我不晓得录出来为什么声音变成这个样子。是。弧线的弧，不是那个弧了，应该是佛陀的佛，没有左边那个人字旁。弧就是不要献父母于不善不义。